弟兄姊妹早晨。弟兄姊妹早上好。馬可福音第10章，馬可福音第10我章，哋睇到有好多人跟隨耶穌，我們看見很多人跟隨耶除咗穌，佢揀選嘅門徒之外，除了他揀選的門徒之外，有好多嘅婦女啦，有很多的婦女同，埋其他嘅人。還有其他很多的人。今日我哋都係跟隨耶穌嘅人，今天我們也都是跟隨耶穌的人，我哋點樣跟呢？我們怎麼樣跟呢我？哋跟耶穌嘅咩呢？我們跟耶穌的是什麼呢？我哋今日呢章經文，我哋大家嚟睇一睇。我們今天的題目大家來看一看。今日題目係一生跟隨，絕不回頭。今天的題目是一生跟隨，絕不回頭。好長嘅經文52節，因為很長的經文52節，我分咗5段。我分了5段。先嚟睇第一段1至12節，第一段是1到12節，跟隨神設立嘅婚姻。跟隨神設立的婚姻。第一節呢度講耶穌從哪裏起身，第一節講到說耶穌從那裡起身，嚟到猶太嘅境界並約旦河外，來到猶太的境界並約旦河外，眾人又聚集去佢嗰度，佢又照常教訓佢哋啦。眾人又聚集到他那裡，他又照常教訓他們。喺1至9章，在這裡1至9章，耶穌咧都係響加利利行走，耶穌呢都是在加利利行走。嚟到第10章至第15章，來到第10章到第15章，佢已經嚟到猶大地，他已經來到了猶大亦都地，係佢最後嘅服侍嘅階段。也是他最後服侍的階段。喺呢個時候咧，有一班人出現啦，在這個時候呢，有一幫的人出現了。有法利賽人咧就嚟問耶穌關於休妻嘅問題，有法利賽人就來問他有關於休妻的問題，就話人可唔可以休妻啊？就問說人可不可以休妻呢？聖經呢度第2節話，意思就要試探佢。聖經這裡邊說的意思就是說他要試探他。耶穌就問翻佢哋啦，耶穌就問回他佢話們，摩西吩咐你哋嘅咩呢？說摩西吩咐你們的是什麼呢？其實休妻嘅觀念咧就係源於申命記。休妻的觀念呢是延伸於申命記，喺申命記24章第1節，在申命記當中的24章第1節， 24章21節，第1節，第一節就話啦，人若娶妻之後，說人若娶妻之後，如果見佢有咩唔合理嘅地方，如果見他有什麼不合理的地方，不喜悅佢，不喜悅他，就可以寫休書交喺佢手中，就可以寫休書來休他，然之後打發佢離開夫家。然後就打發他離開父家。呢度講嘅唔合理嘅事，這裡講的不合理的事情，尤其是係涉及一啲奸淫嘅事啦。特別是涉及一些奸淫的事情。至於唔喜悅佢咧，至於不喜悅他呢？呢度其實有好多嘅理由同埋好主觀㗎，係咪？這裡邊有很多的理由，很主觀的。所以佢哋咧，但係佢哋咧就回答啦。但是他們就回答，佢話摩西咧就許人寫咗休書就可以休妻咯。所以摩西就說，就許人呢寫了休書就可以了。所以呢度其實有2個層次嘅呢個問題。其實在這裡邊是有2個層次的。神嘅原則好清楚，神的原則很清楚。耶穌都跟住講啦，佢話神配合嘅人唔可以分開。耶穌都講了，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夠分開。神設立嘅婚姻，神所設立的婚姻，原來咧就係夫妻2人成為一體，走到永恆。原來就是夫妻2人合一，走到永恆。神唔想我哋離婚㗎，神是不想我們離婚的。但係如果其中一方真係犯咗奸淫，但是其中一方犯了奸淫，即係話有第三者介入佢哋婚姻啦，第三者介入他們的婚姻，或者因為其他原因以致呢段婚姻陷入一個非常痛苦嘅狀況，或者其他原因使到這個婚姻陷入一個非常痛苦的狀況。神體諒人嘅苦情呢，神呢體諒人的苦情，先至同意話可以離婚，才同意人可以離婚。但係如果人係選擇咗離婚嘅話，但是人要選擇了離婚的話呢，就必須咧俾佢妻子休書。就必須給妻子呢有個休書。點解呢？為什麼呢？就因為喺古代嘅社會咧，男尊女卑。因為在古代呢，男尊女卑。如果婦女離咗婚之後咧，就失去咗佢嘅依靠。如果婦女離了婚之後呢，她就失去了依靠，失去咗經濟嘅能力，失去了經濟的能力。可能佢需要揾另外一個人咧嚟到依靠嘅。可能她需要找另外一個人來依靠的。但係如果前夫唔願意佢再婚，如果前夫不願意他再婚，叫佢翻嚟，叫他回來，佢就不能自主啦，他就不能自主了，佢就會再回到咧從前惡劣嘅狀況。他就會再次陷入曾經
惡劣的狀況。所以摩西設立休書，所以呢，摩西說設立休書呢，係你保障咧呢啲女性咧喺婚姻當中嘅權利，是來保障這些婦女在婚姻當中的權利。使到前夫咧再冇權柄喺佢嘅身上，所以呢，使到前夫呢沒有權柄在他的身上，唔能夠再克制佢。不能夠再轄制他。其實咧喺猶太人嘅傳統當中，其實，在猶太人的傳統當已經中，有關呢一方面嘅答案㗎啦。已經有了有關這方面的答案了。但係呢度講咧，法利賽人係要用呢個問題咧去試探耶穌。但是法利賽人呢，用這個問題呢去試探耶穌。其實呢個背景咧係當時係施洗約翰嘅死。其實這個背景呢是施洗約翰的死。耶穌咧入咗去耶路撒冷之前，耶穌進入耶路撒冷之前，佢要面對一個政治性嘅問題。他要面對一個政治性的問題。因為希律咧娶咗一個離婚嘅婦人希羅底，因為呢希律呢娶了一個婦人呢，離咗婚嘅婦人希離了羅底。婚的希羅底。施洗約翰亦就為咗呢件事咧去責備希律。所以呢，施洗約翰就為了這件事情呢，是責備希律。希羅底咧就好恨佢，想殺死佢。希羅底呢就很恨他，想要殺死他。當時耶穌嚟到呢個約旦河外，當時耶穌來到這個約旦河外，正正就係大希律管治嘅地方，真正呢是大希律管轄的亦都係地方，施洗約翰以前施洗嘅地方，也是施洗約翰以前施洗的地方，亦都係咧希羅底咧要殺害約翰嘅地方。也是希羅底想要殺死約翰的地方。所以耶穌喺呢度被問啦。所以耶穌呢就在這個地方被問了。其實佢哋問嘅背後嘅意思係，其實他背後問的意思是，你點樣睇希律娶咗希羅底呢件事呢？你怎麼看希律娶了那個希羅底這件事情呢？所以咧頭先講啦，所以剛才就說了，就話佢哋係嚟試探耶穌，就說到他們是來試探耶穌的，佢哋要設下呢個圈套。他要設這個圈套。如果耶穌答得唔啱，如果耶穌回答的不對，佢就會面對咧同約翰一樣嘅處境，被處死。他就會面對與約翰一樣的狀況，會被處死。我哋睇到耶穌向耶路撒冷前行呢條路嘅時候，我們看到耶穌前往耶路撒冷這個地方的時候呢，真係步步都有危機嘅。真的是步步都有危機的。佢係面向住一條咧死亡嘅道路。是面對一個死亡的一個道路。咁耶穌喺度指出，所以耶穌在這裡指出，佢話夫妻離婚係因為人嘅心硬。他說夫妻離婚是因為人的心硬，而且就話你哋咁樣質問啊，說你們這樣子的係因為你質問哋嘅心硬啊。是因為你們的心硬。人嘅心硬往往使到關係破裂，人的心硬呢，是往往使到關係破裂，夫妻出現問題，夫妻出現問題，孩子咧就會成為犧牲品。孩子呢就會成為犧牲品。所以我哋跟隨耶穌，所以我們跟隨耶穌，我哋要尊重神所設立嘅婚姻制度，我們要尊重神所設立的婚姻制一夫度，一妻。一夫一妻。但係喺實際上嘅相處咧，但是實際的相處呢，兩個人相處係唔易噶，兩個人相處呢是不容易的，總係會有問題產生。總是會有問題產生的。我哋教會好看重夫妻關係，我們教會很看重夫妻關係，所以我哋會有夫妻嘅事工，所以我們會有夫妻的事工，去幫助每一對夫妻去幫助每一對夫妻可以行喺神嘅心意當中。可以行在神的心意當中。所以我哋過去有夫妻營，所以過去我們有夫妻營，我哋將來亦都會有夫妻營。將來也會有夫妻營。所以弟兄姊妹留意啦，所以弟兄姊妹留意到時了。咧就夫妻一齊嚟參加。到時候呢，夫妻一起來參加。我相信神會帶領我哋嘅夫妻關係我相信神會帶領我們的夫妻關係越嚟越好，越來越好，越嚟越喺神嘅心意裏邊。越來越在神的心意當中。好，嚟到第二個大段13至16節來到第二大點13到16 ，16節節，係跟隨耶穌愛人嘅心。是跟隨耶穌愛人的心。有人帶住小朋友咧嚟到見耶穌，有人呢帶着小朋友來見耶穌，耶穌咧就摸佢哋喎，耶穌呢就摸他們就要祝福佢哋喎。就要祝福他們。但係門徒咧就要責備嗰啲人啊，但是呢，門徒呢卻要責備他們呢。耶穌咧就好嬲啦，耶穌就很生氣了，因為佢話喺天國裏邊因為耶穌說在天國裏邊就係好似小孩子呢啲咁嘅人。就是要像小孩子一樣佢話的人。凡第15節，佢話凡係承受神國嘅，
他說，第15節說，凡是要承受神國的如，果唔係好似小孩子一樣咧，就唔能夠入去啦。說如果不像小孩子一樣呢，就不能進去了。耶穌用咗一個好決斷嘅字，決不能。耶穌用了一個字叫絕不能。耶穌亦都曾經講過，耶穌也曾經講過，你哋中間最小嘅就會為大。說你們之中當中想要為小的就為大。我哋咧好想擁納咧，我哋有屬靈嘅權柄，我們很想擁有自己的屬靈權柄但，係咧唔係爭翻嚟嘅喎。但是不是抓回來的。關鍵咧係要我哋先站向一個末端嘅位置，先就是我們要站到一個末端嘅位置，末端的位置，最後一個位置，最後末端的一個位置。我哋要先去學習去服侍人。我們先要服侍服侍人。所以當人好似軟弱，好似小孩子一樣嘅時候，當一個人軟弱像小孩子一樣的時即係候，話佢哋係一無所賜，就是說他們一無所賜，先至能夠完全嘅依靠神，才能夠真正的依靠神，去順服咧神嘅帶領。去順服神的帶領。神咧好珍惜我哋有一個好單純嘅心去跟隨佢，神很珍惜有一顆單純的心去跟隨就好似一他，個小孩子一個單純嘅心，就像一個小孩子單純的心去去跟隨他，單單嘅愛佢，去單單的去愛他，單單依靠佢，單單的依靠他，單單去用愛回應佢嘅呼召。單單用愛去回應他的呼召。耶穌抱住啲細蚊仔咧，就祝福佢哋喎。耶穌呢就抱着那些小孩呢，就祝福他們。但係跟隨耶穌嘅門徒唔明白耶穌嘅心，但是跟隨耶穌的門徒呢是不明白耶穌的。佢哋咧同耶穌日直嘅相處，他們跟耶穌呢日夜相處，但係其實佢哋咧同耶穌係有一定嘅距離，但他們跟耶穌是有一定的距離的，因為佢哋睇重嘅係事工，因為他們看重的是事工，佢哋忽略咗人嘅需要，他們忽略了人的需要，結果咧就惹耶穌生氣啦。結果呢就惹了耶穌生氣了。我哋會唔會以為自己放下一切，我哋跟隨耶穌啦？我們會不會以為自己放下一切跟隨耶穌呢？我哋以為自己做得好好咧？以為我們做得很好呢？但係其實我哋仍然係時時活喺我哋自己嘅以為當中，很多時候我們都是活在我們自己以為的當中，用自己嘅角度去睇事情，用自己的角度去看事用自情，己嘅喜好去批評論斷。用自己的喜好去批評論斷。其實我哋真係明白耶穌嘅心有幾多咧？我們就真的是明白耶穌的心有多少呢？我哋明白耶穌嘅愛同埋寬容有幾多咧？我們明白耶穌的愛跟寬容有多少呢？第三個大段17至31節，第三大段17到21節31節，到31節。耶穌跟隨耶穌放下所有。跟隨耶穌放下所有。有一個人跑嚟跪喺耶穌嘅面前，有一個人跑來跪在耶穌的面前。良善嘅夫子啊，應該做啲乜嘢可以承受永生啊？良善的夫子啊，我可以做什麼承受永生呢？其實呢個問題係有問題㗎，其實這個問題呢是有問題的。因為永生唔係靠你做咩好事可以得到，因為永生呢不是靠我們做了什麼好事因為得得的。救係本乎恩，也因着信。因為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得救係靠我哋嘅信心㗎，得救是靠我們的信心的，係在乎於神嘅恩典。是在乎神的恩典。所以耶穌提醒佢啦，所以耶穌就提醒他，佢話除咗神一位之外，冇人係良善㗎。他說除了神一位之後，沒有人是良善的。但係佢顯然咧聽唔到啦，他竟然聽不到，佢對自己能夠遵守誡命咧係覺得咧好有把握。他對自己可以遵守誡命呢很有把握。佢話：呢一切我已經從小都遵守㗎啦他。就說：這一切我已經從小就遵守了。呢一個少年人這個少年人喺第二個經文嗰度提到佢係少年官，第二個經文裏邊呢是說到他是少年官，佢好年輕，他很年輕，但係佢已經有錢有地位啦，但是他已經有錢有地位佢了，一無所缺，他一無所缺。佢以為自己係一個十足嘅好人，他是一個他認為自己是一個十足的好人，但佢仍然咧冇永生嘅把握，但是他依然沒有永生的把握，所以佢咧要走嚟咧去求教於耶穌。所以呢，他就走來求教於耶穌。耶穌咧好知道佢嘅問題，耶穌很知道他的問題，耶穌好愛佢，耶穌很愛他，所以就同佢講，要佢變賣所有嘅，並且嚟跟隨佢。所以耶穌就跟他說：你變賣所有的，並且來跟隨我。喺原文嚟講咧就話來跟從我，在原文裏邊就說來跟從我。但係少年人聽到之後咧，
但是少年人聽到之後佢呢，又憂憂愁愁走咗啦，他就憂憂愁愁走了，因為咧佢係一個大地主嚟㗎，因為他是個大地主啊，佢有好多嘅產業。他有很多的產業。呢個產業嘅意思就係話好多土地、好多嘅地產。產業呢，就是很多的土地，很多的財產，地產，所以咧佢係唔捨得放低呢一切，他是不捨得放下這一切的，亦都顯明咗也顯明了佢冇遵守到第一個誡命。他沒有遵守第一個誡命，佢唔係真係以神為神，他真的不是以神為神，佢唔係真係以神為最重要嘅。他不是真的是以神為最重要的。然後耶穌就同門徒講啦，然後耶穌就跟門徒說佢有了，錢財嘅人進神嘅國係何等嘅難呢？他說有錢財的人進神的國是何等的難呢？耶穌唔係指你有錢嘅人不配得救，耶穌不是說有錢的人不配進得救。不是不配得救。喺24節，耶穌講得更加清楚。在24節，耶穌講得更加的清楚。佢嘅意思就係話，依靠錢財嘅人進神嘅國係何等嘅難呢？在這裡面講到說，依靠錢財的人進神的國是何等的難呢？喺馬太福音6章24節，馬太福音6章24節，耶穌咧曾經教導過，耶穌曾經教導過，佢一個人唔能夠侍奉兩個主㗎。一個人不能侍奉兩個主的。如果唔係咧，就你會中意一個就恨惡一個。你要不呢，你就會喜歡這個而恨惡另外一個。佢話你哋唔能夠又侍奉神，又侍奉馬門。他說你不能夠侍奉神又侍奉馬門。如果依靠錢財，如果你依靠錢財，以錢財為最重要，以錢財為最重要，我哋就唔能夠依靠神。我們就不能夠依靠神。當我哋視錢財為最重要嘅嘢嘅時候，當我們視錢財為最重要的時候，我哋就唔能夠專一嘅愛神。我們就不能夠專一的愛神。其實錢財係中性㗎，其實錢財是中性的，在乎於我哋點樣睇佢。在乎於我們怎麼樣看它。如果我哋係貪嘅話，如果我們是貪的話，聖經就話俾我哋聽，聖經就跟我們說，就係萬惡之根。就是萬惡之根。當人一貪錢財嘅時候，當一個人貪錢財的時候，就會被引誘離開真道，就會被引誘離開真道，最終咧就會被受苦去刺透。最後呢被受苦而刺透。所以當我哋依靠神，當我們依靠神，過於依靠錢財嘅時候，過於依靠錢財的呢時候，啲財富咧就會對我哋咧有積極正面嘅益處。這些財富呢就對我們有積極正面的影響。其實神咧都係好願意去祝福我哋噶。神是很樂意的去祝福我們的。耶穌教導我哋咧唔好，耶穌教導我們不好，讓錢財成為跟隨佢嘅攔阻。不好讓錢財成為跟隨他的攔阻。跟隨佢，跟隨他就要跟隨到底，就是要跟隨到底，並且我哋真係要相信神嘅看顧。並且要相信神的看顧。神會供應我哋一切所需要噶。神會供應我們一切所需要的。我哋要相信咧，神對跟隨佢嘅人，我們相信呢，神對跟隨他的人呢，一定唔會撇下佢唔理。一定不會不理那些跟隨他的人。所以我哋要憑信心所以我們要憑信心去去進入神嘅國。去跟隨神的國。喺25節，耶穌繼續講喎，在25節呢，耶穌接着講哦，佢話咧，駱駝穿個針嘅眼，比財主咧進入神嘅國仲容易呢。他說駱駝穿過針的眼呢，比財主進神的國還容易呢。駱駝穿過針嘅眼，駱駝穿過針的眼，可能係當時一個流行嘅口語，可能是當時所流行的一個口語，表示咧係唔可能嘅事。表示呢是一個不可能的事情。但耶穌喺27節嗰度繼續話啦，但耶穌在27節呢繼續說，佢話在能是不能，但在神卻不然。他說因為他說就說在人不能，在神卻不然。因為神凡事都能。因為神凡事都能。呢度講明咗我哋無論咧一方面有難處，他這裏邊講明就說我們無論在哪個方面有難處，比如好似財主一樣，比如像財主一樣，好難進入神嘅國嘅人，很難進入神的國的人，但係咧神可以改變我哋嘅心。但是神呢是可以改變我們的心的。當我哋願意跟佢嘅時候，當我們願意跟他的時當我候，哋願意嘅時候，當我們願意的時候，神會嚟幫助我哋，神會來幫助我們，使到我哋咧能夠甘心撇下所有嘅跟隨主。會使到我們甘心撇下
這一切來跟隨主，叫我哋咧能夠進入神嘅國。叫我們可以能夠來進入神的國。耶穌亦都應許過，耶穌也應許過，佢話人為我嘅福音人為我的福音，撇下房屋或者弟兄姊妹、撇下房屋和弟兄姊妹、父母兒女、田地，父母田地兒女，即係話為耶穌放下一切，就說為耶穌放下一切，沒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回報，沒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福報，並且咧喺來世得永生。並且在來世得永生。第31節，第31節，佢話：然而在許多在前的將要在後，說許多在前的將要在後，在後嘅將要在前。在後的將要在前。較為合宜嘅解釋就係話咧，較為合宜的解釋呢，就是佢話神說嘅國裏邊，在神的國裏邊，人嘅地位同埋名次咧，往往係出乎人之意以外㗎。人的名義和地位呢，是出於人的意外。意外。呢句話嘅其實咧係一個警告，這是一個警告，就警告嗰啲願意犧牲物質，就是警告那些願意犧牲物質的，但係卻咧以為咧咁樣樣係可以驕傲嘅。以為可以這樣子驕傲的，呢啲人咧要小心啊！這些人要小心。你唔好因為咁樣而自滿啊！你不要因為這樣子而自滿，因為如果你係自滿嘅話，如果你是自滿的話，你就會滯留落後噶啦。你就會落後了。所以呢句話對我哋都係一個好大嘅提醒。這句話對我們都是很大的提醒。當我哋跟隨耶穌嘅時候，當我們跟隨耶穌的時候，唔好以自己可以付出乜嘢，不要以為自己可以付出什麼，可以犧牲啲乜嘢而覺得係好驕傲，可以犧牲什麼而覺得很驕傲，而覺得自己比人更加好。也覺得自己比別人更好。因為任何嘅判斷都係在於神，因為任何的判斷都在於神。我哋小心自己唔好落向呢個驕傲嘅位。我們小心，我們不要落入這樣的一個位置。我哋跟隨神一直嘅跟，我們跟隨神就要一直的跟。當我哋係謙卑嘅跟嘅時候，當我們謙卑的去跟的時候神呢，係會自然咧讓我哋升高。神自然會讓我們升高。好，嚟到第四個大段，來到第4大段32至45節，32到45 5節，節，跟隨耶穌服侍別人。跟隨耶穌服侍別人。第32節喎， 32節，他們行路上耶路撒冷去，他們去到耶路撒冷，行路上耶路撒冷去。他們走路上耶路撒冷。耶穌在前頭走，耶穌在前頭走。耶穌知道佢喺耶路撒冷等住佢嘅係一個極痛苦嘅事，耶穌知道在前面等着他的是極痛苦的事，但係佢喺前面走，但是他在前面走，所以可以睇到咧，佢要上十字架嘅信心同埋決心。所以看見他上十字架的信心和決心。因為呢個係神嘅國，因為這是神的國，同埋神嘅偉大救贖嘅計劃成就嘅時機啦。這是神偉大的救贖的計劃要成就的時候。可能你耶穌堅持上十字架，耶穌堅持上十字架，上耶路撒冷釘十字架嘅決心。上耶路撒冷釘十字架的決心。佢嘅決心咧係呈現，他的決心呢已經呈現出來了。所以呢度講咧，門徒覺得好稀奇喎。門徒就覺得很稀奇，跟從佢嘅人咧都好驚喎。跟從他的人也很害怕。咁耶穌亦都係第三次咧同門徒講噶。耶穌呢第3次跟門徒說，佢人子將要受死同埋復活。說人子將要受死並且要復活。呢次咧係講得係最清楚、最詳細。這次是最清楚和最詳細。佢係下定決心要成就救恩。他下定決心要成就救恩。佢係定義完成咧天父嘅旨意嘅。他定義呢要完成天父的旨意的。門徒係點呢？門徒是怎麼樣呢？門徒係接受耶穌係基督噶。門徒是接受耶穌是基督的。但係佢哋唔能夠接受。但是他不能夠接受耶穌係受苦嘅彌賽亞。他們不能夠接受耶穌是受苦的彌賽亞。所以佢哋唔明白。他們不能夠明白。佢哋唔想去信。他們不想去信。因此耶穌咧喺路上不斷咧要重複教導佢哋。所以變得耶穌在路上要不斷的重複去教導他們。一直咧去預備佢門徒嘅心。一直的去預備門徒的心。講一次。講一次。講兩次。講2次。講到第3次。講到第3次。就係為咗咧要讓佢哋咧。就會講到讓他們呢一同咧同耶穌一齊進入耶路撒冷，一同呢進入耶路撒冷，一同咧去經歷，一同的去經歷耶穌嘅受死，
耶穌的受死。有時候咧，我哋會聽到咧，神會不斷同我哋講一件事，教訓我哋一樣嘢，我們會聽到耶穌不斷地講一件事情，教訓我們。就係我哋一路都學唔識咯。我們就是一直都學不會。學唔識嘅時候咧，神就會不斷嘅講噶啦。學不會的時候，神就會一直會講的了。就係幫助我哋可以喺呢件事上邊，我哋學懂功課。就是在這件事情上學懂功課。所以呢個都係神對我哋嘅愛。這就是神對我們的愛。但係我哋睇到咧，門徒咧係冇體會到耶穌上十字架嘅心情嘅。我們就看到門徒呢是沒有學到這個耶穌上十字架嘅心情。他們是不能夠體會耶穌上十字架的心情。佢哋淨係諗自己嘅前途啊！他們只想到自己的前途。喺琴日第9章，昨天的第9章都講到佢哋喺路上咧彼此爭論誰為大。他們彼此爭論誰為大。喺呢個時候，在這個時候，雅各約翰又嚟到耶穌面前啦。雅各約翰又來到耶穌的面前了。佢話求耶穌答應佢哋。求耶穌答應他們。將來喺天國咧，一個坐喺左邊，一個坐喺右邊。將來在天國，一個在左邊，一個在右邊。所以其實喺呢件事上面，亦都反映出，所以在這件事情上也反映出，我哋好多服侍神嘅人。我們很多服侍神的人呢，我哋一方面咧好願意我哋為神擺上，很願意我們為神擺上。但係另一方面呢，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哋又好想有屬靈嘅好高嘅成就。我們又很希望有自己在屬靈上很高的成就。其實呢兩件事咧係摻雜一齊。其實這兩件事情呢是摻雜一起的。比如我好中意敬拜，比如我們喜歡敬拜。我亦都係咧好想成為咧最受歡迎嘅。我們也很想做一個最受歡迎的，或者咧係最有恩膏嘅敬拜者。還有最有恩膏的敬拜者，就係將自己呢個成就嘅野心，就是我們所成就的這個野心呢，摻雜喺我哋嘅服侍當中，摻雜在我們的服侍的當中。所以我哋要好小心。我們所以要很小心。如果係有呢一種嘅野心嘅時候，所以我們有這樣子的一個野心的時候呢，我哋嘅服侍咧係會越嚟越艱難。我們的服侍呢會越來越艱難的，因為咧我哋會引起好多嘅爭競，我們會引起很多的爭競、比較嫉妒、比較嫉妒，同埋好多嘅紛爭。還有呢很多的紛爭。所以我哋係要好小心呢樣嘢。所以我們要很小心這樣的東西。所以當雅各約翰佢哋咁樣去到耶穌面前講嘅時候，所以當雅各約翰這樣子的在耶穌面前講的時候呢，就引起其餘10個門徒咧就好嬲啦。就引起其他的門徒很生氣了。點解佢哋咁嬲啦？為什麼他們這麼生氣呢？因為佢哋同樣都有呢個想法啊嘛。因為他們同樣就都有這個想法。不過雅各約翰咧行動快啲。雅各約翰走得快一點。佢哋開口早啲。他們開口早一點。所以耶穌咧跟住好有耐性繼續教導佢哋。所以耶穌呢接着很有耐心的去接着教導他們。就話跟隨主同埋跟隨世界嘅動機同埋態度係唔同㗎。說跟隨世界跟隨耶穌的動機是不同的，態度都唔同。態度也都要不同啊。我哋一齊睇下43節。我們一起來看43節。耶穌話：只是在你們中間不是這樣。只是在你們中間不是這樣。你們中間誰願為大嘅，必作你們嘅用人。說你們中間誰願為大的，就必做你們的用人。在你們中間。在你們中間，誰願為首嘅，必作眾人嘅僕人；誰願為首的，就必做眾人的僕人。因為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服侍，因為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乃是要服侍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嘅贖價，並且要贖命做多人的贖價。喺神嘅國嘅裏邊，唔係咧排擠，唔係要用排擠或者係爭競。在神的國不是排擠和爭競，唔要像好似世人一樣咧踩住別人咧向上爬，不要像世人一樣踩着別人往上爬，亦都唔要咧滿足自己咧為首呢個慾望，也不要去滿足自己要為首的這個慾望，擺自己放喺一個高位，將自己放在一個高位，去享受別人嘅服侍，去享受別人的服侍。佢話耶穌話：誰願為大嘅，必作你們嘅用人。他說：誰願為大的，必做你的用人；誰願為首嘅，必作眾人嘅僕人。誰願為首的，必做你的為首的就做人的僕人。喺神嘅國度裏邊，在神的國裏邊，
服侍別人咧係最尊貴嘅，服侍的人呢是最尊貴的，因為係效法咗耶穌嘅榜樣，因為是效法了耶穌的榜樣，亦都係一個愛心成熟嘅表現。也是一個愛心成熟的一個表現。我哋要謙卑自己，我們要謙卑自己，服喺神大能嘅手下，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喺。神為我哋預備嘅崗位，我哋忠心去服侍。神所預備我們的崗位呢，忠心的去服侍。神咧睇到，神看見，佢會將我哋升高，他會將我們升高。所以我哋唔需要用自己嘅力量往上爬。我們不需要用自己的力量去往上爬。好，嚟到最後一段啦，來到最後一段了， 46至52節， 46到52節，信心跟隨主進窄門。信心跟隨進窄門。耶穌同埋門徒出耶利哥嘅時候，遇到一個咧討飯嘅瞎子巴底買。當他們出耶利哥嘅時候，出耶利哥的時候，遇見一個討飯的瞎子，巴底買，叫巴底買。佢就同耶穌講啦：大衛嘅子孫可憐我啦！他就跟耶穌說：大衛的子孫啊，可憐我。好多人制止佢啊！哎呀，唔好嘈，唔好嘈，很多人呢去阻止他，他就叫他不要吵，因為時間好緊迫啦。因為時間很緊迫。佢哋咧係要馬上離開呢個耶利哥去耶路撒冷，因為他們馬上要離開耶利哥去往耶路撒冷，但係佢哋冇睇到巴底買嘅需要，他們沒有看到巴底買的需要，所以就責備佢。所以就責備他。但係耶穌咧總係睇到人嘅需要，但是耶穌呢總是看見人的需要，並且總係對人有憐憫，而且總是對人有憐憫，所以佢就叫巴底買過嚟。所以他就叫巴底買過來。耶穌醫治咗佢，耶穌就醫治了他，佢可以睇到啦，他就可以看見佢可以了，見到耶穌啦，他可以看見耶穌了，佢就跟隨耶穌上耶路撒冷。他就跟隨耶穌上耶路撒冷。所以今日嘅經文所以今天的經文呢，可以俾我哋有啲嘅反省。可以給我們一些的反省。佢哋信咗耶穌之後，我哋都話我哋跟隨佢。我們信了耶穌之後，我們都說我們跟隨他。睇起上嚟好似好簡單。看起來好像很簡單。我奉獻啦，我返教會啦，做下服侍啦。我奉獻啦，我服侍啊，我返教會啦。我也回教會啊。好似已經做咗好多啦，跟緊啦。我已經做了很多了，我已經在跟了。但係實際上，喺跟隨耶穌呢個路上，在跟隨耶穌的這個路上，我哋需要放下。我們需要放下。我哋放下好多嘅嘢㗎。我們需要放下很多東西的。我哋放下我哋嘅金錢啦，我哋嘅情慾啦，我哋嘅地位啦。我們放下金錢、情慾和地位。世人所追求嘅物質，我哋都要放下。世人所追求的物質，我們都要放下。甚至有時候咧，我哋嘅面子都要放下。甚至呢，我們的面子都是要放下的。喺生命當中嘅軟弱要放低。生命當中的軟弱要放下。我哋唔好一路攬住自己嘅軟弱，話自己唔得唔得唔得。不要一直抱着自己的軟弱說不行不行。我哋要放低個軟弱，交俾神。我們要放下軟弱，交給神。我哋所遇到嘅逼迫、傷害，我們所遇到的逼迫和傷害，或者我哋裏邊嘅害怕而退縮，或者我們裏邊的害怕而退縮，呢一切都要交俾神。這一切都要交給神。我哋要相信神會供應我哋。我要相信神會供應我們。神會讓我哋軟弱嘅變為剛強。神會讓我們軟弱的變為剛強。神會攞走我哋裏邊嘅懼怕。神會拿走我們裏邊的懼怕。神會拯救我哋脫離我哋嘅困境同埋逼迫。神會拯救我們脫離這樣的一個逼迫。我哋要相信神總唔會撇低我哋。我們要相信神總不會撇下我們。我哋要對神呢份愛同埋信任。我們要對神有份愛和信任，並且喺跟隨耶穌嘅人當中，並且在跟隨耶穌的人的當中，有邊個能夠明白耶穌上耶路撒冷嘅心呢？究竟有多少是有人明白耶穌上耶路撒冷的心嗎？耶穌上耶路撒冷係要成就救贖。耶穌上耶路撒冷是為了成就救贖。我哋會唔會為此感恩？我們會不會為此感恩呢？有時我哋信咗耶穌好耐之後，我們有時候信了耶穌很久之後呢，我哋咧就會望住我哋得到嘅祝福有幾多，我們就會望着我們所得的祝福有多少。我哋計算自己嘅得祝福會唔會比別人多？我們計算我們得的祝福比誰多？我哋忘記咗，我們忘記了耶穌付上生命嘅救贖。耶穌付上了生命的救贖，我哋忘記咗向佢感恩，我們忘記了向他感恩。而有誰呢？一直跟隨耶穌去到耶路撒冷？一直跟隨耶穌去到耶路撒冷呢？好多人因為遇到困難信主，
很多人是遇到困難而信主，有啲人咧係為咗得到更多嘅祝福信主。很多人是為了得着更多的祝福而跟隨耶穌。但係我哋屬靈嘅生命嘅成長，但是我們屬靈生命的成長，要去到一個成熟嘅階段，我們要去到一個成熟的階段，要得祝福，從要得祝福，而成長到咧願意去祝福別人。一到要去成就得人的成就別人，成長到咧要去祝福別人，成長到要去祝福別人，跟隨耶穌咧要跟到去耶路撒冷。跟隨耶穌要跟到耶路撒冷。耶穌話：我所喝嘅杯，你們也要喝；所以耶穌說：我所喝的杯，你們都要喝；我所受嘅浸，你們也要受。我所受的浸，你們也受。佢話：若有人要跟隨我，他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要捨己，就要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隨我。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來跟從我。我哋對耶穌呢句說話接受咗幾多呢？我們對耶穌的這句話有接受多少呢？願意我哋呢一生嘅跟隨，我願意我們這一生的跟隨，唔單止我哋行動上跟隨，不單只是我們行動上的跟隨，唔單止係表面嘅跟隨，不單只是表面的跟隨，係從心裏邊一個改變嘅跟隨，而且是從心裏邊一個心裏邊一個表現，心裏邊嘅一個願意嘅跟隨，而是心裏邊一個願意的跟隨，跟隨耶穌到底，跟隨耶穌到底，永不回頭。永不回頭。感謝神今朝嘅話語，感謝神今早的話語，我哋一齊嚟敬拜。我們一起來敬拜。感謝主耶穌。